大家好，我係江律師。今日想同大家講嘅話題呢，就係知識產權嘅類別。好多人以為知識產權有5大類，其實6大類嘅。我逐一今日會同大家一齊分享。第一個我想講嘅呢，就係註冊商標。一個商標如果被註冊嘅話呢，就叫做註冊商標啦。佢受到民事同刑事嘅保護嘅。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商標，亦都係經營一段時間嘅話咧，你應該盡早作出申請。但係緊記喎，註冊商標有類別性嘅。當你註冊咗 Class 25鞋咧，就唔可以要嚟保護衣服嘅，所以你要注意註冊嗰個類別受到保護嘅類別。第二個知識產權類別咧，就係仿冒。一個商標冇註冊，但係佢長期被使用咗一段好長嘅時間，市民咧、消費者都知道呢個商標屬於邊一間公司㗎啦。喺情況之下，如果有人用咗呢個商標，即使佢冇註冊都好啊，都一樣係有權可以起訴佢嘅。所以呢個就仿冒啦。第三個權利就版權。嗱，版權喺香港版權法例咧嘅保護範圍好闊嘅，只需要你用咗努力、勞力同埋判決去製造一件版權作品，版權就會出現，佢唔需要登記嘅。版權咧唔單止係民事，仲有刑事責任嘅。所以如果有人侵權，你唔單止可以用民事去起訴，仲可以透過香港海關舉報，從而用刑事檢控。第四咧就係外觀註冊。當你設計咗件產品之後，你應該盡早將佢申請成為呢個外觀註冊，通常都會批俾你嘅。當然有啲例外情況啦，但更加要注意嘅就係要保護一件註冊嘅外觀啦。必決條件就係喺呢個外觀面世之前，你就要作出呢個嘅申請。如果唔係咧，有機會構成嘅 prior publication， 即係曝光，有機會俾人取消嘅。第五個亦都係尾咯，就係發明嘅專利。當你喺工作過程裏邊，你研究咗一個嘅概念，係可以克服喺嗰個行業裏邊啲嘅問題，簡化咗佢，優化咗佢。嗱，呢個概念咧可以被註冊為註冊嘅專利嘅。註冊專利喺香港咧有2個保護年期，一個8年，一個20年。好視乎你嘅需要同埋你嘅財政狀況，所以如果你有呢個發明嘅話咧，你可以考慮做專利。最後第6個啦，就係機密資料。通常呢啲情況發生喺一個前僱員離開你之後，攞咗你嘅機密資料去使用。喺香港實際啲嘅機密資料係包括邊幾樣嘢咧？喺我工作訴訟經驗裏邊咧，一，客戶嘅資料。包括咗佢嘅聯絡電話、地址、email。第二咧就係供應者嘅資料。第三咧就係其他嘅機密資料。嗱，呢啲嘅資料咧係受到我哋香港嘅法例保護嘅。如果真有呢啲情況發生嘅話咧，你作為僱主咧係需要作出盡早嘅行動，導致到你嘅客戶流失。有方法嘅。同你律師商量啦。